你来啦！谢谢。背景都处理完了，内容也都帮你校对了一遍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啊？你不会一晚上没睡吧？还挂着黑眼圈的人就别说我了。对了，给你买了早餐，快吃吧，吃完陪你去公司。谢谢。你都这副尊容了，还去什么公司啊？赶紧回去睡觉吧。朱建清，来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怎么啦？我的魔方，你动了？什么魔方？放桌上的魔方。我没看到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一不小心把它当成垃圾扔垃圾桶。我早上收拾东西的时候把垃圾放外面，被阿姨拿走了。朱建清，对不起嘛，大不了我再赔你一个，吃吧。你以为你赔得起？魔方还分牌子啊？一个魔方而已，不至于让我倾家荡产。我咬咬牙，还是能赔的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碰我的东西，如果你做不到，你就搬出去。放开他！你凭什么这么对他？她可是你的未婚妻。所以我和我未婚妻之间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觉得成为她的未婚夫就该肆无忌惮地对她？所以你现在又是以什么身份在这和我说这些？我是她朋友，一个不想看到她受伤害的人。我不想和你多说，这是我家，请你出去。晴晴，我们走。张颖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顾总，9点半我们约了 Blu-ray 开会。你和顾总到底怎么了？他怎么一大早发那么大脾气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是弄丢他一个魔方，结果他突然一下子进入狂躁模式。魔方？是他一直放在家里的那个吗？他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是什么限量版还是什么名牌啊？你闯大祸了！什么大货啊？你别吓我啊！真的那么贵？这个东西和贵不贵没有关系，那是他哥哥的遗物。啊？他哥哥去世10多年了，顾总不愿意提。我只知道顾总所有的心理问题，都是他哥哥去世后留下的，所以那魔方对他很重要。